嗨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剧阿 Q 妹。有看到阿 Q 妹今日4号拿定呀老皮的冇啊？因为啊，下礼拜就会过年嘞，故所以啊阿 Q 妹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哦！伫过年的时节，当然人会伫屋卡表呀，彩头老皮嘞，因为要讲法语啊，有嗰种好彩头的意思。故所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老皮嘞哦，细细格格来分享。今日节目里头邀请到的来宾係對新竹新埔來嘅劉順陽劉太哥，歡迎。新夢，大家好，我係來到新竹新埔嘅天一農場嘅劉順陽，新夢大家。好，歡迎劉太哥來到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老皮嘞哦。大家可能想講，哎呀老皮嘞啊，當接到啲嘅事，尤其係客家種，當然有啲嘅種，真係有乜解好講嘅。唔過家下大家啲牙數號拿定嘅開創嘅搭太老皮嘞，其實佢有佢本單自家嘅品種嘅名嘅哦，佢係用來看醬用嘅，錯冇？係。哦，一種老皮嘞嘅品種按到乜解啊？又係好彩頭大蘿蔔，它就叫做好彩頭、啊！佢講佢係講要看醬用嘅，唔係用來食嘅。我食來講，我食，從一日2斤價上食，哦，到6、7斤來是黑色頭當做得食，啊太頭就做唔得食。冇食的。哦，故所一般來講，像亞雜時節，為過年嘅亞雜時節，當然就會買來看醬。係。做裝飾用。哦，差唔多，一般都攞杯看醬嘅有幾大嘅？要6、7斤咯。6、7斤，按樣擺出來差唔多幾大條？比啲差唔多3倍咁大。比一條幾斤按太嘅，還愛比一太3批按太。故所也冰豆腐卡就有本人一種真的是好彩頭的感覺，韓國也葉上都很茂密、很漂亮、很翠綠的感覺。故所燙一咧這個紅色的蝴蝶結，看起來就懂喜氣的感覺哈。對，故所除咗也今日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好彩頭的品種以外，其實當然有種冇可用品種嘅老皮咧，像劉太講你自家屋卡除咗種也好彩頭之外，還有種乜嘅其他嘅品種？要種嘅白玉蘿蔔。白玉蘿蔔哦，嗰是差唔多7月嗰時種落去。係。然後到9月下開始，又會增加品種啊。佢到啲下冷啦嚇，要種金桔啊。金桔蘿蔔。哦，其實我知道金桔好彩頭蘿蔔。對，金桔味同白玉蘿蔔，我有嘗試有一些的分唔出來。他們兩個有乜嘅冇共用？佢金桔啊嚇，其實你下當收成嘅時節，佢就來做醃蘿蔔，還有做菜脯乾。因為金桔嘅皮咩下軟，咩冇按硬嘛。啊，白玉蘿蔔也是，佢嘅皮咩冇按硬。嗰時候有兩種豆槍。白玉蘿蔔喺高雄美濃種到。我今年我咪種青島白玉蘿蔔。對。7月份種嘛，9月啊是開始本幼兒園的小朋友，韓國安親班的，然後喺農園下來本叫啥拔蘿蔔活動。啊，好可愛哦！挺神奇的。對，嗰時候白玉蘿蔔差唔多啲9月的時節，差唔多開春，10月收成，收成以後壓下就可能慢慢下冇誒。壓下嘅產期會乜嘅品種？揾梅花蘿蔔，梅花，還有金桔，還有好彩頭。啊，金桔味同好彩頭，還有你剛剛講梅花蘿蔔，其實這個梅花蘿蔔嘅頭擺一種芒色糖糕，也係乜嘅品種嘅蘿蔔咧？從這家是梅花蘿蔔哦，這個就叫梅花，為什麼很多梅花蘿蔔？佢是講就取下這個名字啊。哦，嗰時候佢下適合拿來做乜嘅料理呀？用嘅適合。佢家就做得嘅醃蘿蔔，也做得做蘿蔔乾，也做去煮那個蘿蔔排骨湯。咩係做得？啊，唔過佢嘅皮係較硬嘅，也係較軟嘅。較軟。較軟呢？皮咩做得食咧？皮哈，做蘿蔔乾模式醃蘿蔔，要連皮求下做。啊，唔過食嘅時節，煮湯嘅時節。煮湯因是拿切，
消掉。啊，因为像迄白玉萝卜，可能连煮汤伊皮就唔会跑脱，对不对？因为胖肉萝卜嘅皮真紧当泡。米汤喏，食起来嘅米是要按多种萝卜嚟有嘛嘅无共用。菜头来讲，食起嘅个梅头啊，我吃到是全部差不多。哦，口感无共用，听听。是差一点的口感。对，韩国无共用嘅产气，做的是无共用品种嘅萝卜嚟啦。嘿，先前可能颜色也胖用萝卜嚟，唔过到也还有过年的时节，可能就做的问是金桔味啊，韩国是也梅花萝卜。按用一年就有冬虫嘅时间就做的是萝卜嚟，因为毕竟其实萝卜嚟它低热量，像阿 Q 们爱干皮嘅人，就懂适合来食萝卜嚟，错嘛？唔过第四场有尝试去买萝卜嚟嘅时节，也系偷萝卜嘅时节，有尝试切开来，因为看到底度，奇怪，有冇有一些些咧胖胖，也系讲空心嘅感觉，也系做乜解啊？会胖迄啦，系因为充满菜素过熟。哦，太慢菜素就会一般人种来讲，佢差唔多看品种，从迄种的55天到65天，55日到65日才采收。这么精准。如果你调过啊，变70当日，莫是3张日你讲采收啊，嗰都是会空心。啊，我说有可能嘅胖嘅人有可能係太慢菜素嘅，嘅萝卜嚟可能咪會較老，食起來咪會可能較老。菜頭人拿起來未啲，會冇人錯。我說樹拿起來做的小口誒，按樣有點像蹭墊這種感覺，看起來重量有可能感覺沒有這麼密度沒有這麼高的話，可能有可能佢底度係有胖誒，有空心誒，按樣嘅情形。不過唔單止也有可能係因為高熟太慢菜素誒，因為品種有關係冇？品種是下冇買雜。你這個當杜好雜嘅個菜頭啊，其實當錯。嗰時候主要就係可能太慢菜素嘅，這樣有按用空心嘅問題。除了空心以外，還有可能切開來啲都會有些些咧糊糊。對，像按用糊糊係做得食嘅係。cái糊嘅因是冇食，講有個細菌啊，冇是個對身體唔好。係全部做唔得食，幾條嘅就做唔得食，也係幾條冇嘅咧。嚇，真嘅喏，我做唔得啦，糊糊嘅蔬菜切嘅。做唔得。做乜解喏？佢講講機會，佢蔓延到其他好嘅位所啊。就像人講嘅，可能你一粒果子啊，比如講菱果會，你可能有一部分壞體咧，嘅幾粒嘅菱果其實就做唔得食咧。盡量就係食健康嘅東西，係講你買到嘅東西有壞體，盡量幾粒嘅就唔好食，唔好太上強啦。因為像我媽媽咩話按用啊，就因為客家人就權欠傳家，嗰時候就想到講，我然後一部分切體唔好按用就好誒，剩嘅還係拿來食，唔過建議大家盡量唔好按嘅，好唔好？對，韓國下來我想要來問一下劉太哥呀，你的新竹新埔要做蔬菜種東西嘛？新竹新埔要做蔬菜，一般來講有按到乜嘅有名嘅農作物出產乜嘅？嘅農作物有柑啊，柿子，還有水梨嘅愛是撈比較農友有種草莓。呢邊有種草莓啊？韓國有香菜。香菜，嗰時候其實係用湯起來，其實新竹新埔係一個都適合種東西嘅蔬菜，因為按到種唔單像果樹，韓國像也香菜，甚至連也對環境要求當高嘅刺蒲嘅草莓，咩做得來種。也新竹新埔嘅環境條件很用辦。佢係只丘陵地哈，韓國嘅天氣溫度啊，當適合一種各種嘅農作物。比如講，當適合係講，佢可能，比如講像果樹好了，果樹佢適合日夜溫差下大嘅按用嘅環境。從啲上禮拜啲內湖嘅朋友，佢是另外一個條1月5號日啦，佢講，你個環境要按好，連草莓啊時尚都按正。草莓差唔多18度到23度。溫度應該到啲下度按嘅溫度，度好就會按用嘅溫度，水質各方面全部當好。
水质没当好，嘅奶用咯，奶用咩一定重要啊，可奶能有咪當肥鍋啫，為數。古時候係當皮嘅奶油。係。哦，因為像亞種東西，輕重要嘅講，就係呀奶油啊，有利水嘛，也係講有啲農作物適合利水嘅環境，有啲說應該因為丘陵地嘛，佢嘅利水當好。因為它是山坡地嘛，對不對？哇，古時候其實你就都要按環境條件，按優秀嘅素材種樣嘅農作物，種樣嘅路皮咧。不過其實種東西除咗呀環境條件當重要以外，人嘅條件咪當重要。劉太講你係用乜嘅方式來管理人嘅農業？我哋係用友善農地嘅方式來種啊嚇，佢到底係咪種7-8年嘅？7、8年嘅時間。佢也開始做個當艱苦，因為佢收成啊當少。因為人講友善農法，其實就係對環境資源好嘅方式，係冇用農藥也得。故說其實對傳統嘅思想來講，我用按用嘅方式來種東西，係有動態嘅困難，同批人種嘅方式咪冇共用。你睇無毒蔬菜啊，嚇本地的年輕人慢慢接受，然後佢因為人種啊嚇，雖然收成啊少啊嚇，唔怕，佢就得提供安全合適的個搶出本地的客戶啊嚇，起到當好。唔錯，古時候也做種東西嘅年輕有成就感嘅素材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談劉太哥嘅故事哦。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！我係綜藝圈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路皮咧，因為過年咧，古時候大家不看可能就會變呀，路皮咧有一種好彩頭嘅感覺，變到不看。剛才有同大家分享到吼，其實劉太講你係用呀友善農法嘅方式來耕種，係因為希望做得俾大家當安心嘅農作物，古時候一下。到新埔來講，而農產品有買到嘅蔬菜來講，按樣嘅方式，大家係做得來接受嘅，還個按樣嘅價錢，大家做得來接受。做得，因為一般來講嚇，我係價是個有機蔬菜，然後傳統市場嘅中間有調整過價格。對，我還有做個配送服務，個特別是新竹市。當到大樓、社區大樓，我會送本地的客人。哇！記得他上班，冇事下班去潘石堅摸下，我是直接表喺社區大樓警衛櫃台。很棒哎！然後記得他等拿到財藝啊，將寄放金錢本轉給天一農場。哇！按來講對佢是當方便。唔過其實像劉太哥，你按樣還愛種東西，還個又愛自家去送東西，按樣會當辛苦冇？很做得啦。古時候按樣嘅新的消費形態，對消費者來講，大家就做得較方便。你要使用網絡啊，來推銷啊，做行銷。哇，按樣真認同吼。唔講像而家講到嘅用友善農法按樣嘅方式來種東西，聽說會讀到嘅就係偏韓國蟲嘅問題，因為所有啲太自然嘅東西都會讀到有兩件事情。係講讀到嘅方用㗎曬。佢一般人會讀到。你要當到蝴蝶都係不一樣，就紋白蝶了啊，對，所以變個搶蟲。尤其像呀，路皮咧就是十字花科啊，要上當狗全部就會，其實都有一點點蟲咬，食鹽跟風色聽說會。你要搶蟲當到，下巴會拔刺啊，刺蟲，還個有蚜蟲，還個有個蝸牛啊，咪會來食啲搶蟲。嘅用家散咯。佢一下目前應是用捉蟲嘅方式。自家捉蟲誒，捉按辛苦咧。嗰種摸捉它係使到農作物產量減少，佢應是看天吃飯。哇，嗰時候眼頭白。本來幾多，應是算幾多啊？眼頭白有談過，這個
1/3的理论，1/3给天，1/3给虫，1/3不去嘎。係啊，吃盐嘅方式就係用按用嘅方式，對不對？不過其實按用嘅方式就做在同大家來分享過，做在食到清空間嘅東西，清空間嘅農作物、農產品。不過其實老皮咧，一直都有一個問題，就係講佢按太條，韓國有大部分都奶低度，我生落按用嘅看佢乜嘅時間做得來幫，我當然去判斷講呀，生落要老皮咧上忙，做得菜蔬嘛。佢一般來講，佢菜頭嚇，佢會做得質㗎嚇，佢會做出來一隻。就像呀蛋糕。像啲圖片一樣。哦，佢因佢嘅大小嚇，一般嘅菜頭差唔多要按4-5公分、6公分是都係放佢嘅。哦，所以蛋糕生出來嘅有4公分。圓徑係。哦，入邊有4公分，就差唔多做得來綁起來嘅。係咁樣。如果好菜頭的話，我看下太條。哦，直徑比較粗的。對對對。哎呦，它太條嘅就做得來綁。係，就係綁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叫你來錄像嚇是。也還蠻多嘅細節哈，所以佢冇人抬轎。是為了上節目先踩的啦。對，對。不過其實從按用來講啊，大家就知了，漢擺看到老皮嚟嘅時間，我看下蛋糕有生意借出來，就表示講佢差唔多做得來菜蔬誒。從啲照片圖嘅，啲係白玉蘿蔔。這是白玉蘿蔔。很輕一種啊，係。從啲用因是當做得棒。哦，就肚肚好棒誒，咩種唔得鋪出來太多，生出來一絲絲咧，差唔多4-5公分、6公分就做得。是差唔多2張嘅，像炒果嚟講，佢啲都要會胖嘅。哦，對，炒果要會胖體就會變空心老皮嚟哦。對，嗰時候看睇呀，老皮嚟嘛，個時間做得菜蔬以後，接下來就會來問一下，根本嘅專家來嘛，專家來就會來問一下，人哋講聲農民啦啊，上來愛買老皮嚟嘅時間，愛用辦托好食嘅老皮嚟。該因消費者去市場，冇是去該超市買菜頭㗎哈，因一般是看佢表面，像啲用因規則當完整的哈，是做得賣。韓國看佢個上哈，拿打像打西瓜樣嘢，做得打，係個上當用樹按用打，上當結實啊樣嘢，是代表佢唔會空心。從佢嘅空心嚟講，打個上是冇重要。哦，可能會有種空的感覺，會有共鳴的感覺，有共鳴的就不要。而按用打起來，有些這種彈彈的，像你去嗲西瓜咁樣，按用嘅感覺。哦。不愛按買菜頭啊，幾多啥來買哈，他少年用按去嗲。菜頭就用打嘅，用打嘅按用嘅方式。打看佢上樣吧。韓國看佢外觀，外觀要完整。對，韓國有的會像人參狀樣啊。哦，對，個腳叉出來嘅。嗰是因為個奶頭都有殺骨啊，佢上個下本佢阻擋啦，然後佢上出來是變成兩片。啊，不過個上腳嘅其實看起來其實蠻可愛的耶，啊個品質會有影響到嗎？品質冇差。嗯。不說小家都冇小啊。哦，不過品質食起來係冇問題嘅，是講佢生長嘅過程可能讀到舌頭聽按用，嗰時候冇問題。冇問題。哦，咁就好嘅啦。其實那個阿布卡美食中國嗰種有上腳嘅老皮咧，覺得很可愛，食起來冇問題就好誒。不過從呀看起來啊，做得拓展去清好嘅品質嘅老皮咧，以後食下來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愛保存。哦。我用嘅冰較好喏。個因為個保存菜頭啊嚇，因是先用塑膠那個裝嘅以後，我背後用報紙包2層落去。不過當然會留呀，像係報紙啊，也就先直接留農作物按用先包起來。再個包塑膠袋。按來講嚇係唔錯嘅方法。哦。因為報紙當個有個鉛嚇，鉛筆嘅鉛，佢會黏到嘅食物對身體是唔好，所以因是先用塑膠袋，我唔用報紙包嚇。嗰種鉛嘅目的係個變相有個濕氣嘛。對。佢是唔會把個濕氣攻擊到蔬菜。哦。水果也一樣。嗰啲塑膠袋愛封緊嘛，愛封頂。
读啊好的，爱读好。该湿气也唔会讲到嘅唱出。哦，古说塑胶袋嘅读痕，老本将个包一层报纸，按用就唔好有包水2层3层就得。哦，2层3层，拄到者。按用就唔好有湿皮落去。原来係按呢，按是在用7、8頁、10頁啊。7、8頁、10頁按用，哦，就做得不用下久的，不用下久的誒，它係講冇不用到冰箱，一般像這樣子的室溫做得不用幾。差唔多3頁左右嚇，幾時會開始壞。哦，3頁停會腐爛，冇就會胖啊。故說包好、冰好、冰冰箱地度做得冰7到10頁，唔過還係建議大家細細嘅夾落去。該從啲下冷嘅天，幾時做下多熱啦。熱嘅天啊，凍結是壞氣。凍結就壞體咧。唔過呀，老皮咧嗬，我相信當然就當好食。像你自家也係講人嘅人客，一般來講，親家拿老皮嚟做乜嘅料理？我哋啥是做嘅蘿蔔排骨湯。哦，排骨湯。下巴我哋啥噴下台校外教學啊，咪會做熱鑊啊，做蘿蔔排骨湯。對。強烈的老師還有學生啊。有營養，有好食，對不對？嘅蘿蔔排骨湯如果你想去好好食嚇，還可以加到香菜啊、薑丸啊，加到芹菜。就當好食嘞，味道又當簡單，對不對？就不用落去煮啊就好誒。還有加到鹽嘅。啊，對，唔過呀老皮咧啊，差唔多要煮幾久，然之後會有落嘅感覺。差唔多要10多分鐘嚇。10多分鐘，滾10多分鐘。係幾時熟嘅？唔過我想問一下，我自家嘅經驗係我食老皮咧嘅時節啦。有陣時我吃到隔夜嘅湯，老皮咧食起來係好食，用唔會按用咯？佢一般來講嚇，水果青菜嚇，佢入味嘅話，沒有一湯嘅時間。如果說你整摘下來嘅水果嚇，是也是蠻好食。冰2-3年又變嘅成熟度更好。因為我就知道，我煮湯啊，比如講我今日煮嘅湯，青菜沒空樣。天公日煮嘅湯還較好食，天公日嘅老皮咧還較甜嘅感覺。哦，真見會安呢？哦，嗰時候除咗要煮老皮湯以外呀，呀老皮咧還做得拿來就係滷老皮乾，對不對？做老皮乾，老皮乾應用嘅做同大家簡單講一下呀，鋪。該幾個過程哈，有沒有簡單？一開始哈是按起放在台，轉到以後撈個入個頭尾，頭尾切台，切台，切然後幾位上到須根啊，對，那個須根啊，切台嘅，須根沒有切台，對，然後幾隻皮哈溜來了，皮溜來，然後用個菜刀哈，用滾切嘅方式，滾切方式，然後特地個菜頭。是會有皮，按用人來講，啲菜頭會下小，好些。嗰個老皮乾，我按用切滾刀切，滾刀切以後再個拿來曬，按用嘅個口感就係清好食嘅口感。佢要曬以前要先用個鹽嚇加落去，然後要切，切落去，佢要很軟嘅嚇，佢菜頭本來係硬嘅嘛。切很軟的，然後用個台裝啊，我是用個洗衣那個網袋，個裝完以後是用台下鍋一炸。哦，炸必出水，一般以後是3點鐘以上，我炸一個晚上，暗宵炸個天光，將那一曬。原來係安呢，嗰時候除咗呀老皮咧啊，用板做用板曬下來，還有咁多東西，我要同大家來分享先。休息一下，等下這個再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
转到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，爱同大家来分享罗佩咧。刚刚有讲到吼，亚罗佩咧青色盒拿来煮呀罗佩咧排骨汤，以外还做的拿来洗罗佩干。韩国吼也当当年啲中下都会做嘅卤罗佩干，我想问问看，呀刘太讲，你做卤罗佩干嘅方式係样板来做？你卤菜头哈，该老该做菜脯干哈，该高汤头前控上，是提每个哈，佢的配方不一样。哦，然后我哋来讲下啲卤啲菜头啊哈，是也开始控上放菜头嘛，喺个西枪，头每切它，过了是老去切，一颗颗冇是一袋袋。啊，切好以后，然后同样加盐，盐加落去切，cái菜头落去切下软的，然后用cái西山的cái黄带哈装起来，然后用太砂锅一炸，同样炸3个小时以上。对，唔过我知道人嘅调味冇共用呢，有多一种嘅平常时食罗佩干冇食到嘅米丝。韩国色看起来咩冇共用，係黃黃嘅色，不過我知道也唔係完全透油嘅米絲。佢除了透油，還會加糖，還有加黃豆醬。黃豆醬，這個就是秘方了，對不對？黃豆醬多啲心不關係啊，你要裝下頭為客家莊啊。哦，當然拿來。麥豆啊。原來係黃豆醬，我其實當小時都有加黃豆醬嘅滷肉嘅，啲沒有啲黑色。冇加。對。一般人是加像辣椒啦，對，豆油啊，其他叫做好些東西。哇，嗰種我知道有黃豆醬加落去以後，佢就唔會變到暗細鹹，佢會多一些些嘅香味同甜味嘅味道。哦，很特別，很好吃。佢啲黃豆醬หั่做咧醬嘅。大頭菜。結頭菜咩做的？結頭菜咩做的？來切片啊，同樣按做法，同加鹽，同拿切麵。哦，我真係冇食過呢。漢白以前，漢白以前唔食。對，嗰時候像暗用嘅東西，暗用嘅歌場，啲農業地都沒有提供 DIY， 做一本生意呢，自家去做。有，我哋體驗項目目前有6種啦。哦，6種咁多哦。滷菜頭係其中一種。滷菜頭。還有做蘿蔔乾。做蘿蔔乾。還有草莓果醬 DIY。草莓果醬，因為農業地都其實沒有種草莓。還有拔蘿蔔。拔蘿蔔是種誒。還有cái雜菜。雜菜，雜菜，嗰個農事體驗也得哦。還有種菜。種菜全部就做的，本大家來體驗就做嘅。唔過像而家講到嘅草莓其實有當同冇用嘅品種，特別大家啲嘅可能就是大湖的豐香，青島人啲嘅。唔過也品種看起來冇乜嘅用哦。佢嘅豐香挺有名啦。剛才前7、8年開始種哈，家下是種桃園1號豐香，還有香水。好好吃哦！到去年啊，開始開始會種到啲桃園4號。哦，桃園4號1號線。佢就是香味有辣哈，有香味，又有甜哈，然後又有酸，有酸味。佢酸甜，然後佢又當清新。對，吃起來還不錯。像我自家是草莓嘅經驗，吃到豐香，當香當甜，不過它就是有一點太脆弱了。佢一種豆就壞掉。啊，有的像是香水或者是蘋果或是水蜜桃，又太硬誒，又冇按到草莓的香氣。不過像呀桃園4號，你就知道佢有豐香酸咬又甜嘅嗰種味道。對，韓國它的果實又不會那麼脆弱，其實起來係有口感的。對，嗰時候呀桃園4號係你去年張開始種嘅。是的，今年種第2次。剛才做草莓果醬，因為強用啲材料來做。啊，佢要用桃園4號來做草莓果醬。人嘅草莓果醬，用嘅東西有乜嘅冇強用？目前還是用草莓果醬撈冰糖粉哈，冰糖粉，
然后2比变通1，哦，草莓凉，该变通粉热，变通1，然后煮25分钟到30分。啊，要煮好久哦。该做每天呢，跟一直搅拌，比较不会粘锅，比较不会粘锅。哦，按用煮，啊，含爱冰，有的会冰像柠檬水呀的。该炸开时会还清鲜，做得自己增加它的调配，口感。自己调配无去用嘅方式，无去用嘅配方，啊，也没做得本太搞来 DIY。该有到农场机会加个苹果哦，咖喱果，加1/4啊，该机会下夹，该成熟啊，因为令果基本蛋有果胶，该是不是25分，该是19分是完成。原来是按呢，这果胶有很多。古时候按用嘅制作嘅方法全部本大家来分享咧。不过迄讲大家想要去到农研地度来参加一个 DIY 活动，按用嘅来参加。该目前是用网络报名上个天一农场的粉丝页啊，该有讯息，还有报名表，去加填好，再按提交是的。按封篇都用路红就做得来报名。该有人数嘅限制冇？该营业来讲还是上限80个。营业上限80个。不说从一下大家可能有限的时间啊，唔管迄个了人啊，也係講有限嘅時間就做得來。對，我知道也係一個同好嘅體驗。比如講從一下其實動到人，啲了人嘅時間會去做假日農夫。假日農夫就係佢平常時可能係上班族，啊唔過佢了人嘅時間可以去種菜，種嘛該要啲人會按辛苦咯。該因為那個新埔的天一農場啊。走在講係咧新竹科學園區到台園科技園區，還有富橋工業區，也都先生小姐嘅後花園。動圈就錯嘅。動圈有10分、19分、22分是到咧。古時候佢就可能平常時上班嘅時間，壓力動態，還有又趕到辦公室地度，抽到天頭條錢，可能肩頸酸，硬手也很酸，眼睛也很酸。古時候2年嘅時間就會去農園地度，做到農事。該我就三個自種自採，該請到小家庭哈，為土人，有的人土媽媽，有的人土子女，很棒，窮下來種菜。古時候就按用做假日農夫，去日嘅農園就做得來做假日農夫。韓國1年4季有動到冇用嘅農作物，除咗人家講嘅寒天啊，可能有羅佩蕾啊，可能有草莓啊以外，其實根本亦未有帶來其他寒天嘅青菜同大家來紹介什麼？佢哋駐地種菜嘅5、6隻家庭啊，叫啥床頭為那個青菜。會互相贈送啊！我可能種羅佩蕾，你冇種羅佩蕾，你有種大菜，人就搞溫。按用動神奇呢？大家變當有感情，對，變好朋友。古時候用農事來交流，用農事來交朋友，對不對？韓國有做的本身人的了解太遲延，我們說這個小朋友的食農教育很重要。古時候基本也頭前有這個寒天嘅青菜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係咪嘅青菜？呢片沙嘅係福山萵苣。福山萵苣就一般人都西昌都以為西昌都因為講大陸妹。是那種菜啦。原來大陸妹叫福山萵苣。要大陸妹，還有呀。呢隻係個梅花蘿蔔。這是小的梅花蘿蔔。對。蘿蔔有冇有一些的紫色呢？有冇紫的？雕出色。要係乜嘅？呢一種蘿蔔哈，係金菇蘿蔔。也係金菇嘅。金菇嘅蘿蔔會紫色。佢啲品種哈，有的會紫色，有的是桂條派。唔講這個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一舌頭很緊實，金菇蘿蔔。對，古時候像寒天嘅東西，像有麥嘅呀，韓國呀發菜呀，也都。唔過其實我知道劉太公種嘅東西有當多，有挺多項目當多。古時候當種東西種嘅方法沒冇共用，清辛苦嘅人知道係乜嘅？提難種嘅一種係草莓，因為佢。好食，草莓佢當膠櫃哈，對，佢嘅品種係挺多，有個紅蜘蛛啊，
還有個青蔥啊，還個葉啊，韓國連雕的都會來。雕全部是啦。對，故說用按用嘅方式，用也友善環境嘅農法來種，其實都辛苦。不過大家做得到輕田野、輕空間、輕安全嘅農產品。故說其實大家有限嘅時間，做得去到也農場地度去參觀，去看也到農產品係用嘅生出來嘅哦。故說今日新聞劉太哥嚟到節目當中分享，咩新聞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。